巨人闪亮登场。各位来宾、各位游客、各位现场的先生们、女士们，以及现场的小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首先，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光临我们云门山景区。在这里，同时我代表我们的老总以及所有员工对你们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在这里，同时衷心的感谢你们的到来，感谢你们今天与我们一起狂欢，我们欢聚一堂，一起载歌载舞。接下来，相信非常多的外国朋友在这里可能也是听不懂中文，但是呢，稍后可能会有翻译，在现场会翻译给你们听。那接下来，我们首先送上我们精彩的表演送给你们。那接下来就是送出我们的大张旗鼓，掌声有请，音乐走。掌声！好，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的美女戴上。